没按错一个时间，你迄个好阿爸问错，但系还没够神，你就变了，你可能也系冇嘅用嘅啊，你要做你阿爸嘅用嘅冇？你要做你阿爸嘅用嘅冇啊？那嘛够神的，那路上用用啥做的？用朋友的身份来恐吓，安尼看起来我较刺眼。但无怪你，无怪你无照顾我卡。迄个这个唔是用班做个好阿爸，我唔搞难的，你看真的搞难，我想要变成让人强用。